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大家電視機熒光幕會見到一部六合彩嘅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可以即刻開始第128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揀出嚟嘅號碼1號 ，the first row number is 1。第二個揀出嚟嘅號碼30號 ，second row number is 30。第三個揀出嚟嘅號碼25號 ，third row number is 25。第四個揀出嚟嘅號碼42號 ，fourth row number is 42。第五個揀出嚟嘅號碼6號 ，fifth row number is 6。第六個揀出嚟嘅號碼5號 ，safe row number is 5。最後一個揀出嚟嘅特別號碼43號 ，H row number is 43。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1號、5號、6號、25號、30號、42號，而特別號碼係43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投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嘅網頁。好啦，節目時間。